有一间真出名伫咧做西饼的公司，真正去互人亚讲，因有剥削移工的情形。目前案件还佫伫咧调查，不过申诉移工说是无法度去换头家，经济出问题啊。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回复劳动部爱先互移工去换头家，再来看这调查结果，看敢是要处罚这本地雇主无。 知名的礼饼公司互人亚康讲剥削移工案件又搁咧调查，毋过投诉移工自旧年申诉到大，毋但袂当转换雇主，嘛无工课通做，生活出现困难。一般的本地的劳工可以有失业补助，可以赶快再去找工作，他们就得苦苦的在等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有结果，然后这段期间完全没收入，因为公司跟中介。 一直给我们压力，有很多人那个感觉太累，有压力，还不知道要等到多久，会有什么结果，然后他们决定退出申诉。法律那亲像咧处罚受欺负的人，替我表示，照目前的就业服务法规定，违法的雇主要等到地方劳动检查处分了后，劳动部才通撤销移工的骗告。不过因过流程拢拖真久，像这个案到达已经5个月，因也是等无转换。立委区显智认为，劳动部应该伫处罚结果决定进前，先互移工转换。 每一天过，弄了无薪水啊！遇到这个二老板的情况之下，一个一个都投降嘛，我哪里动得了？那我投降，然后换取这个二雇主去同意我说可以转换雇主，那是这样子吗？立委批评劳动部应该简化调查的程序，家己用调查权来介入。不过劳动部是表示，因为行政分工的关系，目前也是要等地方政府调查的结果。确实若调查出厂商违法，会赶紧伫3月中左右解除移工的骗告许可。记者陈阿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